歡迎大家嚟到 Office Pro， 唔好忘記訂閱我哋嘅頻道，咁樣就可以第一時間收到我哋嘅更新。Excel 合併儲存格如何批次求和？係要計算總和合併嘅儲存格區域第一格打入公式。批次套用公式時，選擇要計算嘅儲存格係以打入公式位置中，同時按下 Ctrl 同 Enter。希望今日嘅介紹幫到大家，記得 Like and share.